票。听了没有？凭什么？那种喵的洋溢嘞，这个是待会要怎么做啊？切水果。好，我冇使用眼先切开。问那么多就会吃葱。好，那个几块洗嘞。谁呀？哦，除非品格教育。那他可能要重读。有对啊。文养啊，文养人。走对了，走对。大班还是中班、小班？哎，你就在幼幼班，幼幼班。啊，资源班，资源班呐。对，文养。幼幼班。没以後啊，以後啊，沒錯啦。你有老馬沙以後，小老馬下機。那當然老公，你下來，到誒。然後個又講又後生，真勁，一關唔數哦，真勁係大爽，聽唔出嘴嘅啦。他一般聽係講真勁我們嘅啦。待會去練剪刀石頭布。好香哦！哦，速度就加哈。要當香別好嘞，別好嘞，學不慣怎麼做到的？那個腎上腺素。哇3、2、1，自剪刀。你耍什麼帥？你耍什麼帥？有嗎？我嘞，不要忤逆評審。因為真的蠻帥的，有嗎 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數坤，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我係鍾白強。今日嚟到苗栗嘅泰安一道 V 啊，泰安有乜印象？想到台岸哦，真的比較見識短淺啦。休息站，也是啊。其實到泰安一道 V 呢，做這個苗栗的後花園，所以整個苗栗的山城都很漂亮。可到泰安一道 V 呢，有泰港威來一道 V 洗溫泉。哎呦，還有溫泉呢！真嘅，而且到一道 V 呢，香港呢有把減嘅泰湖嘅道 V，大湖本來就很多遊客了，所以叫香港一批的位採完草莓就可以去泡溫泉。哎呦，啱好嘅素材哦，今日要好好了解一下。好，先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提前先來分享到秦玉鳳、齊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氣，大家好。齊師傅你好，你好。還有劉謝玲、劉師傅。係，大家好，劉謝玲，謝玲。先把你們兩個好好隔開來。好。那個關於那個諧音的冷笑話，我們已經被觀眾抗議了。到此為止。到此為止，好不好？除非是客家話高空。哦，特語教學就可以，啊你不要。因為越教越會誤人子弟。好，大家嚟看一下今日嘅主題係食材。打開咗本大家看今日主題嘅食材咯。哇！哦，你睇薑片呢？哎，調油還是蠔油啊？應該是油膏吧。油膏。蠔油。油膏，一定是炒的啦。哦。要不要公布答案？要。好，今日嘅主題料理是蔥燒魚片。蔥燒魚片哦，那這個一定要先把這個台灣鯛呢，老給處理都是鮮甜的。對對對。唔可以用嘅米湯啊呢，好，只有鮮甜這樣。好，所以咧，分享到我要煮嘅蠶水炸。感情動畫表姊妹煙發起，找兩個好，秋蘭姐，好可愛哦。哎呀，基隆山感情動畫，咱是感情的動畫，咪係表姊妹哈，范端妹還有宋昭妹，兩位妹妹，哎呦，辣妹。我就跟你說，我們節目很多妹，真的，而且泰安的真的很棒，很多妹啊。煙發起老秋蘭姐，他跟馬莎係園長。幼稚園演奏，海星啊，有沒有看到很親切？難怪長得真的跟小朋友年紀很相近。園長好，而且皮膚好好哦，用啥都可以。唔會太，唔會太。咩唔會哦，幼稚園地度，我看真的是困幾用啥要提供台灣的項目這種獎。真勁真勁。開幼稚園去叫誒。哦，咩？我做夫喺香港做福沙幼稚園，夫差唔多有30年。30年的耶，敬禮。你真的算是老手就改青春歲月送本神兒嚟了。真的呢，徐師傅，劉師傅有沒有讀過幼稚園？有。對園長是不是要很尊敬？對。園長做的菜能說不好吃嗎？不行。秋蘭姐做子貢係冇？有做子貢菜。沙琪地度嗎？沙琪地度做子貢。平常應該沒有做菜哈。有都識嘅啦。你們比賽有信心嗎？有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還款開這樣講哦，很有那個活力哦。而且他們倆不敢不投
给园长。对呀对呀，不过你看龙山哈，我们一个绿一个红，两个都是红彩妹妹呢。唐公去龙山系农会推荐咯，应该系嘛？对，哎呦，那个讲一下最厉害的煮嘅系嘛嘅菜？福彩汤，好帅！哇，菜汤。福彩汤我。喜欢喝照妹嘞福生牛片汤。哎，没港口了。没看过哇，真系客家经典的料理呢。真的，动起来你龙山今日表演哦。好，按总的数部的园长哦。对来一遍。好好，冇问题吼。今日马上去来表一下，提这个嘅提水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用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雅福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福卡嘅面試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隊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福卡嘅好本底料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我愛血池，你要选哪一部分？開菜天。你两个都输啊！哎呦，拍攝啦！今天我請到招妹姐，我们有秋兰姐，好，冇問題。安用哎，哎，老都没。安用是臭妹，我要在明珠姐這邊讓轉來。好，好干用才会先告嘛。好，先搞好来咧。来来，哦剪剪刀石頭布，一家之主愛最強。穷央莫穷央。 yes，眼淚講我會讓轉來。你一样整的。你看看阿里動態。加油啊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開始。好，一家之主愛最強，Q 冇 Q？ Q 都冇 Q， 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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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 Q？ Q 都冇 Q。停手！你同喵你讓你咧。停手！我還以為贏了呢。你要對他哎，我把力氣用完了。可以不要傷害他嗎？好。我會驚伊哦。你那邊加啊？哎呦，強龍冇強龍，哎呦，嘅 tempo 做得好。好，好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你先開始哈。加油加油！一家之主愛最強，強勇莫強勇，強勇莫強勇，勇莫強勇，強勇莫強勇。來，請緊張嘞！來，請緊張嘞！哎，記緊張。觀眾朋友，記得這個時刻，記得。很難記得，因為只有這一集而已，找不到，好難找。 200，我終於要先去這邊了。唔怕，有實力，我園長，我園長。眼張嘞！嚴重保證，走，來，先準備一下。嚴重，韓國主要是我也好先天數嘛該，切養馬西，片哦。韓國辣這位鹽要弄太，OK，跟一些時間呢。切恰豆恰豆，技師開始。好，切恰豆嘛，哈。聲音哦，哎，昨天先看一下，嘿，先壓住，幾個自由有冇？係咪？因為出來頭前吼，我切開辣椒給徐姐哦，徐師傅就在旁邊，你還記得係啊？頭都應該長得。係哦。我昨天吼，完了，走的，動斬哦。哎，園長，嘿，像應該有些人吼，就是會教教成個做菜嗎？我用我就有主題課程啊。哦，主題課程。有主題課程吼，每位去上，每位去市場，老師伊咧講講，今邊安尼說嚟乜嘅菜，哦，去市場看，有的阿婆會種啊，今邊會睇阿婆去採煙啦。哇，甚至嘅口腔呢。好好哦。 3、2、1，我聽熟。誒，雖然你係小辣椒，不過我聽熟咧。好。好。好，動。三個人先休息一下誒。啊，等一下張都進來哈，慢慢地養就好，冇養痛到。3比1就好誒哈。我先問一下，該應該唔係辣椒啦，這個是鴨頭哈。鴨頭，兩個頭。野頭，這個是待會要怎麼做啊？切斜刀。那會擺些的。不是，我用勾芡，而且也有勾芡。煮係啊。好，我冇想用，我先切開。問那麼多就我切葱。好，你技師開始係技師開始。
本你发热度咧。哎呦，哎，你啊创拍佬创啥嘛？分开哎呀，来。分开来。好。分开来吼，嗯，要先切哈。切出来，哎切出来。哎，妹一出来，安用，哎对，安用差不多。对对，好。其实有爱想讲吼，我真的可以去你那个幼稚园上那种做菜课了。你有想过人家要给你去吗？爱想讲跟商图会差不多啊。咩意思？定爱去？哎，我是说去上课，我去当谁好上呢？哦，咩去教英文的不行，我学到声音呢。安用去哪么？妈啦，冇啦吧？係啊，切不意思。冻皮哈，切不意思啊。谢谢啊。谁呀？哈，朱威品格教育。那他可能要重读。有罪啊！分养啊，分养了。走的，大班还是中班、小班？哎，你就在幼幼班，幼幼班，资源班、资源班呐。啊，对，分养。幼幼班。来，俩，你俩不你，俺俩教吧哈，安用哈。徐师傅真的是很暖男哎，好，走走。爱你哦，爱你哦。有把他的头放大吗？来，他吓到。我从来没有看到徐师傅语塞过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实验懂冇听通嘞？好，你看刘师傅多讨厌你哈。啊，我走对了，我有，应该哦。也的。嗯。东琼那个机器切的吗？又抢啊，没有接话。换妈妈做了。好，计时1分钟，先开始对 Q 下做哦。刘三下做哈。计时开始。哦，我们先沾，你看，先把该水哈，给照照。跟用班爱安用音呢？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比较水。又水呀，又水呀，又水去。先给它弄干干的，才不会怎么样。等一下煎的时候，不会比薄薄啦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们是切斜刀哦。鱼片啊，鱼片。 8、7、6、5，走的走。3、2、1，做咧做咯。走喽。可以做了。强下做哈。哇，看到你切开影片吼，冻上会切的，冻上咱日本来上影片呢。嗯。厉害哦。哎，厉害哦。好，我们先过去。哦，这样子够了。加油哦。两面来哈。园长，嘿不，用太动，要最太破哦。嘿，我要先不以热锅，好。热锅等下煎鱼的，这样唔会给啊，对，我超爱吃鱼的，生也都爱生鱼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尽量买哈，就像金币搞得我就买给鱼片哦。要么干鱼诶，土托鱼，土托鱼呀，土托鱼就要有海，按照煎出来然后这样有香。这样有香，真的。你是看应该土托鱼一圈一圈的有啊，还是土托鱼有啊？干鱼的有啊，一圈一圈的。哎呀，但这样煎出来就当后生的啦。所以其他鱼没一圈一圈哦。该纹路摸孔哟。哦，我懂了，哎，操！而且染发姐你很荣幸哎，你看因为谁应该不会吃那么多刺刺的鱼。对，诶，成日咧食吼，佢含呢個骨料讓我脱骨頭啊，所以你就盡量買吼，誒含冇誒油骨咧，油骨咧，個不記得是。秋刀魚是。來，精彩的一刻，精彩一刻。好，來接了。聲音小哦。我喜歡這個聲音。哇哦。誒，因為我都吼，盡量兼顧嘅，本機吼客家說。哦。好，客家說啊。斑，人講嘅斑剪煮啊，吼，咁樣對身體較好啦，身體較健康。園長真係當蔥油，因為也係客家接觸體質好高。嚴重嘅講說叫做當蔥油誒。誰啊？吼，主要老練品格教育。因為你係會讓鄉中熱聲應該事情啦。嘿嘿嘿。最關鍵的事情。那他可能要重讀。有對啊。分養啊，分養了。走的，大班還是中班、小班？你就在幼幼班，幼幼班。啊，資源班，資源班呐。啊，對，分養。幼幼班。我們先看一下魚打開來的樣子。剪差不多了，你煮那邊面啊。打開了。變一下哈。邊本打開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安樣記住唔係一樣。哇！我要去吃飯了。嘟好。剛剛好。來，大家當多轉來了。好，嚴重再見。哇，第一片。沒有見影片哈。哇。好有媽媽嘅味道哦。係啊。一個頭髮就凍嫩呢，都不卡夾夾，得意都煮嗎？有，當然不注意動作。
哇，答案不是翻走哦。哎，心口拉的时候呢，全部转得出来。做阿婆的按后面。啊，段妹姐，你会安用吗？係嗰啲卡一串嘢，阿母咧做到大家食，哇，做本順你食嘛食，我做下睇了。你做阿台嘞？又打好不打？你进度很超前。是嘅，阿睇了是嘅。嗯，哇，完全看不厉害呢，真的。好，我们过去看一要看躺楼上喽。这肉煎的好好吃对哦。啊，婷婷的剑，店长，居然记，都上来嘞。都是那样。哇，安樣吼，冇強差，好彩做嘞，好彩做嘞，都得製作咧哈。都得。哇！佢姜貓有生病落去病咯。哦喲，等下干嘛？嘅魚喎，唔係強下煮位啊，等下就嚟，哦，哎，一鍋到底。哦，你行愛做病，叫嘛了？哎，你有啉送嘅時候咧係啊？哦，哇，刚好用那个剑的改油哦，香味，对对有对，香味，杨记要听唱啊！一啲啲嘅火啊，你最厉害哦，跟外皮吼一切那个擦擦个皮，哇，習慣用嘿，安樣唔會強，誒，那個肉吼唔會柴柴啦，唔會柔柔，对对对，哎，葱白先下，然後你係跳死人亂嘅，係咪？我是想講你啊，啲啲就병嘛嘅。分心落去後，等下係靠到我講咯，以為我做青毛，安用呢啲啊，等下係唔色吼，也有米酒，乖喏也有米酒一，定肉嘞，肉咖嘞，有安樣就不地頭咧，我加蒜吃嘛，加一點醋嘛，係嗎？對，一滴滴就好。係加蒜子愛，加下加高料也幾糖。因為很甜一啲啲咧又係加蒜子啊，有啲來狂雞片咯，嗬，呢甜嘅爽嗬。店長，我吃米頭哦哈。來，通吃本。多謝位。哦，哇！先用个姜吗？咋个落去？葱啊，辣椒，睇到乜解？好咧，條腰麼？條腰下就。哇，你用加都有特色咯。葱嘅一不병嘛，诶，湯外麼？冇。冇，算是沒外。唔好食湯，好好好，甜咪蝦咪唔，對對對，你還要封蓋哦。馬下煮一下。記得我用來封燒一下。哦，唔係降啲銅鑼。你哋講台上的。其實都藏得到，係啊，我們收音都收得到。係啊，跟我小時候上課一樣，我以為講悄悄話，結果還是被老師罰站。對，給他燜一下。阿蚊啊，哎，總不是像哎，因為記得係用貴片來土托魚啊，那個係用台灣調。我們也是魚片呐，我們是一整片啊。衝上魚片哈，你半斤哈，你有推薦的什麼魚嗎？就是跟觀眾朋友講。沒有，我比較喜歡就是那個一樣就是鯛魚，因為它比較沒有骨頭，你洗都好洗，不用說去骨，它本偏些。那像一般鱈魚走的嗎？鱈魚沒走的，鱸沒走的。我們吃不起啊，你比較吃得起。哦，我是假的。好了，時間長不會到哦。 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拿出這次可能要體育館底度，乃木卡米西靠後色嘞。哇，利用嘎嘣呢呈現出無窮喲。你們是小魚片，我們是大魚片。係啊。都懂後色，好像哦。哎呦，風水擺安這樣呢。天哪！我的天哪！你稱呢？我的天哪！用下色較好食啦，中啦。我是可是很鏡旁嘅湯병條都我食起來熱後吼，嘟嘟哦。而且冇骨頭。嗯。怎麼進這樣辦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。你撈一啲啲姜嘛，你食凍好食。要拍飯嗎？要擺飯嗎？哦。好了，這次可能冷水耶。哦，就聽我學到嘅那個鴨頭哦。長嫩哦。來這樣正咩？好嚟，入口即化呢。好食哈。看就食到吼，cái野頭嘅水節哦，會有那種滑溜溜嘅、滑溜溜嘅感覺。野頭拜拜。兩組都好好吃哦。好了，緊走咯！體育館的時間呢，現場70步搶本分數。啊？好，唔怕，等下60步搶本分數。做馬開會安用，夾講一下，檢查舌頭沒有壞掉哈。沒有。OK 哈。哦，講一下，轉下聽醒一下。所以俾
其实呢，两片的都差不多样啦，差不多又熟。那片的咪讲，基本上听咪讲葱烧嘛，葱烧。烧嘅梅头。而且你係葱嘅生病，要白到葱嘅梅。啊，你一片要講嘛，煮嘅過程中要講，你嘅葱落去冰麼？冇燒到。係冇燒到，是差到安樣片。你要整件有妈妈的味道，这个就是比较清淡，适合老人家吃。讲整件冇变香，所以讲你俩唔大香。李师傅嘅意思係講啊，因為佢係後生，對，所以佢很好學該煮嘅。好啦，不過其實正經藝術都懂後生，用主攻呢鋪呢，就都有一些檢查。可是接下來，請大家把心防卸下來，然後我來學看啊，今日劉師傅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？總鋪素滷菜。啊，今日劉師傅又帶來乜嘅四個料理要教大家咧？吐司炸魚片。哇！誒，會做甜嘅還是做鹹嘅？誒，鹹甜嘅。鹹甜嘅啊！好，今日就準備乜嘅食材？係，你係卵我都混魚片，個混一啲啲番薯粉，現魚炸雞，係炸雞嗰個。亂風亂噴不是風係，唔是你係混雞。還有乜嘅？還有吐司，好，還有咧。木薯芽，你係酥炸粉，好，你醬係番茄醬、烏醋、蒜頭、辣椒，還有湯。哦，係。好，五片係切薄五片切薄片。下腳炸、下腳熟啊！薯泡粉，係，你係黑番薯粉。番薯粉甜甜哦。我番薯粉我愛用糙粉。要先調高溫嗎？油溫？要炸要起油鍋誒。啊，劉師傅，你番薯粉是好的，唔是加埋個其他粉唔是。今日葱喺底下用嘅用咯。夾落去啲地圖用用，夾落地。哦，爆到地杯啦，三明治地杯，重新早餐店是間三明治要啊。有早餐店食嘅三明治有爆炝菜，所以要用葱啊，炝菜，鼻頭冇重用。你師傅也識換卵要雜個換，係呢種嘛就用。係啲下嘅係啊，飲起來嗬。係夾嘅，嗰款你做鹹梅肉啦。哦，款你鹹梅肉，你鹹梅肉啦。油溫係咩猛啦？猛啦。醬汁先炒未做得。係醬汁先裝未做得。好嗎？哦，醬還會炒過哦。係啊。唔是條條是好的哦。哎呦，醬會炒過。我未做得做先。來，呀，你倆不你，來點高吧哈，哎呦你好。許師傅真的是很暖男誒。好，做得。愛你哦。愛你哦。有把他的頭放大嗎？他嚇到。我從來沒有看到許師傅語塞過。你向啊，以後啊。沒做得。你有鬧馬殺以後，挨下機。老公，你笑咩？真倒誒。又色又醬又好食。真件一關唔錯喎，真件係大爽，係唔錯吹嘅啦。他一百淨係講真件嘅啦。我們待會去練剪刀石頭布。來，呀，你倆不你，來點高吧哈，哎呦你好。OK。師傅真的是很暖男誒。愛你哦。愛你哦。有把他的頭放大嗎？他嚇到。我從來沒有看到許師傅語塞過。其實番茄醬走得，現炒番茄醬未走得。哦，所以你倆係糖醋醬汁啊。所以該上愛咧，觀眾朋友上該糖醋醬做的1:10。對，這都是1:1的方式，嘿，1:1的方式。1:1，嘿，不會重過嘞。冇重過哈。1就是剛剛加的那幾個嘛。對，都是1:1啊。算子嗎？唔是算子。剛才放就誤時要加嘞，係嗎？要。加到湯味係差唔多1:1。係1:1。1:1是錯嘅。啊，炒起水之後會用重食火。係，冇重太火。重料粉嗎？唔係，你係糯米粉。糯米粉。糯米粉佢煮出來係唔會，安尼一下煮水水的。哦好好。攞佢鉗醬嘅，嚟鉗一啲啲的醬。醬料對沒有？你都沒做得做個乾燒蝦仁，沒做得弄個醬。哎，小孩子有冇不吃辣？你沒做個辣椒沒有拿起來，酸酸甜甜來炒。等下佢吐司愛炸過嗎？哎呦，咩用爆咯？唔係啦，愛炸過，這位係要用甜簡單的呀，那有失劉師傅的這個地位。他是客家教母。哎對。因為我都想講，我是很健康啊，哈，就愛要吃家用爆。吃家爆的沒做得啦，只是說冇按好食啦。冇按香啊。嘿，冇按香。那快樂會試看嗎？
唔是该手指做得来啦。哎，又来了，又烧我，安排咧吼，测温度坦白是按用测试。哦，有咧，你看，你做乱教观众朋友。安尼真准啊，嘿，安尼得落去做得咧。哎，安用清纯。我有嘛哈，我是讲有对，啊。现在发现安利节目有一个倾向，全部都讲会用呢。你要讲明你应该讲吸烟吧？嘿，吸烟啊，吸烟没做到，那不一样用的。吸烟可以防住做的，你要吸烟没做的。妈，你让他讲吸烟，然后边都做了，好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让他全部讲吸烟。好。哎，其实啥动厉害哦，变法自见完全不是人呢。哎呀，牛哦，一定要滚哦，会滚哦。啊，没有讲吸烟，根本就哪够长杂。嘿，你看你吃滚的，吃滚的啊。哎呀，系炸都用系蒸酥。哦，你也熟了，你安泡的你安泡的做唔得中球，了解，差不多使用几多分钟？还讲讲吸烟时间，几分钟会做好了，你还做得啊？你没有做会就搞。你还没口口。你要手工做一下不一点点，你安样口。边一下。哎，他们是果粉哦。唔是，你得叫做。你哎呦，这个还用意很难用的。用意哎，每杯你食到上的感觉。然后另外一点，基美做的上间火腿片，因为该果油的时阵，它的香气油会走出来，冇可能的香气哦。有小米啦，这样做三day哦。嘿，三day 做啦，我切啊，我切等下切。没鱼很爱以后啊。你有到马上以后该下机。老公，谢谢到位。哦，我爆料，我先用火腿片，用落去底下，啊，连木薯芽，哦，用落去，头马豆酱一啲咧，五片咧，片啲啊，下张去标哦。哦3天哦。4天哦。系啦。哦。我袂咧，我袂咧。啊，难怪不是红豆啦。你有副教粉吗？你冇副教粉，我共用健心妹。诶，冇，今日健吃冇食副教粉，有满意吗？有。哦，还会加个토마토酱。加토마토酱诶，做得加美乃滋啦。应该啊，加酱得加。该用。冇该系。你要混啊。加หั่就给乱放到乱拍噶，就可以闻一下，就是做那个法式哎。嘿，做的。没做的法式三明治。法式吐司。你揢一下本机，揢一下，揢一下边啊混蛋，如果混呢，但是呢，你混呢破啊，我攞去破，你混呢破，然後還會破過哦。蛋液嘿。哦，這真的是法式嗎？對，撒一點點蛋液下去。哦。哇。這台式的客家客味的。哦，客家米。客味的。哎呦。哦呦。一點點1層而已啦。哎，你哦，你讲一好吗？要对，举一下。哎，你听看看的时候，哎呦，温柔一点，哎，它就温柔啦。没有，这等一下，那等一下要切掉的，边边都要切掉的。我喜欢吃边边。封口。边边是切掉的，所以刚刚那个番茄酱的意思就是要让它封一下下。哎，不过封口以后还会切过，那这样不是又打开了嘞？谁你说？给安含会得得。哇，哎，这很像吃个龙虾吐司的时间。对，一样的方式。俺冇试过用哈。来。哦，你的水，我的水啦，我的手洗手的水。水流出来嘞。好了。哦。哦，你做得表演啦，你上市的啊，菜还蛮好啦。我系 waiter， 送菜小弟，系啊。来了，上菜哦。嘿3号桌吗？3号桌那边，不吃葱的哦。你看厨师很凶哎，在厨房里哦。冇啦，我别讲，好了，这个边边我用哎，边边去掉。我帮你看一下。好。哦，那给大家看一下侧面。哇，横切面，嘞。这个高热量，张博谦你不能吃。谢谢弟弟。哎，其实最后先是边边。哎，真的要先压过呢。哎妈，冇便宜啦。咱常应该好讲嘛该。冇，我意思讲，成日呢有得成日呢咁食呢咩？啊，劉師傅讓我講過，做得轉去哈，我油脂煙啊哈，係會食哈，就包肉脯。包肉脯按用點嘛？哦，啊，還地嘞！我還是喜歡吃這邊邊。讓感應食咧，樹感應食在身體的邊邊。木薯要做不用方便，樹人應做得蟹。哦，哎，一直炒，你看都很沒接的哈。哦，你喜歡選嗎？要想哦，好難食哦，點出來了？都不用。好，拿一個盆菜可以哈。
安永就好势哦。吃料理呢，讲正经呢，我想输。我觉得它边边呢，哦，边边收起来了。边边真的好吃。西师傅讲哦，树感应还是木树芽呢，是丑美美。好，我们还是要争个赢啦哈。好，先按我先团题目，好，题目系嘛该？嘛该红色，做对去除鱼腥味。哎 A 浸泡红茶，金凤茶。凤茶。 B 金挑呢？剪刀石头布，演讲。剪刀石头布。 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太简单了。哎，浸泡凤茶。好，因为记得选 A 啦，你们要选。那就是昨天选 B 啦，哈。哦，关妹姐也是咱们地大班的马改啦。好，他看一下，于是傅。答案呢是 A。耶！它其实呢，你也会去除腥味，因为茶叶地都含有。 硫酸呐，你做的收敛啦，佢做的用毛细孔收敛啦，让鱼嘅腥味缩脱，唔會判佢有腥味。了解嘞，好，謝謝。好了，给两做的是你做的是丑啦，木须芽我是吗？做得混淆，做得不要中掉哦。哦，阿妹，阿妹哦，秀兰姐应该用文条勺的呀。很香哦，好好吃咯，好色哦。 懂色它声音的哈，会懂上会色。又有色又講又好色。真嘅，要關你說哦，真嘅係大眾，聽唔出嘴嘅啦。他一般聽係講真嘅。我們待會去練剪刀石頭布。好啦，剛剛頭前呢，真嘅男出去加油誒，加油哦，好嗎？我就平數我你就會贏嘅哦，加油好冇？今天嘅本事拿出來咧，好嗎？好，是嚟今後最杯面一關咯。 愛係太祖譜，用吹波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用吹咁嘅言語睇見種嘅殺卵款麼？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，而你誰來上菜了？ 最杯面一關咯。我煮埋嘅東西一定要加油咯。好，尤其係男主哦，好，等下打開咧先半夜都要看。筍乾，買咗邊度嘅面頭咧？係香哦，真嘅係香。有上到阿婆嘅面頭，豬腳，到太陽一道味嘅筍乾，真嘅係非常有名。除了種出嚟嘅竹筍本身嘅嗬，當太脆以外。 也個筍乾呢，我做筍乾之前我先攞去濕過，殺青過後呢，過一陣攞去洗澡做筍乾，而且呢一天我都有安樣嘅米湯，醬油嘅種客家傳統嘅米湯，發酵了，好醉咧，真嘅。啊，那樣嚟做乜嘅料理咧？哦，做乜嘅料理咧？筍乾炒鹹豬肉，誒，好客家哦，客家菜，超客家誒。做乜？有咩筍乾嘛？有咩做筍乾嘛？我先糖果攞去切咧，做啲加蔬菜，然後鹹豬肉、調乾、辣椒、蔥，啊該種田嘅物件，加鹹豬肉先落去炒，下袂熟啦，味頭會出來人表，先煸過，先煸過，然後煸解筍乾、葡菜落去裝下炒，調味是做得咧。孔樣係濕嘅嘛？ 孔樣係濕嘅，啱啱都要重新炒嘅，按樣對炒，按樣嘅啦。哦，好啦，現在來出題目哈。好。用白英筍乾大多選用貴族筍來做咧。A 佢嘅賣相模糊 ，B 纖維好多咧。哦，愛啲，還是剪刀石頭布咧？剪刀石頭布咯。來，好嚟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 哎，如數了咧！來嚴重先嘅 B， 確定？確定。應該美動想係先 B 啦。你確定？確定咯？確定。答案係 B。 Yes。做乜嘅咧 ？Yes。貴族筍有冇？因為佢生長棟家，佢嘅纖維好多，啲個採收後難以保鮮，容易下落，大多用來加工做筍乾。
香豆啦，香味较多啦，吼。哎呦，我完全没有见到掉了。咱随时听话加油厉害咯吼。好，马上我哋健康水每一罐咯。既然讲要含猪肉，等下切地法要还没切差不多。嘿，準備好咧哈，睇到啦，技師開始。切地嘛吼。嘿，安妞，我以为是咧盆土这样有口感，嘿，然后含猪肉差不多安尼吼。做得两片都逼倒来吼，真有香啊！哇，哎呦，真有香味啊！好，冇逼倒就冇香味。不愧是所长哦。係啊，园长，我孙女就都改幼稚园读书，真的。我哋係弄孫的啦，含係哦，啊，毋過三川就我都看係做其實啦。含好呀。如果你講嚴重哦，幼稚園做嘅乜嘅好食，哎，你又學到啦。真的假的？再來自聽你都做係嘛？係咪？哎，好好哦。你當緊張吼，你而家看你嘅手啊，唔是緊張一般，哎你等，哎你冇影看機啦，看機叫會緊張。哎你來哦，好好，國切好，哦，我哋咧看解片哈。嚴重國切。哇，呢條片切含中央哦。嘿，因為嘿，明珠姐凍醬嘅用啊，哦，我做老雞毛強龍啊，做啲麼？做啲，因為咧係皮嘅部分啊，切好咧。十個都係切條腹骨，線來剪，你會上時間，該本圖做啲麼？做得該麼唔是本圖。一定有啊！锅鏟冇看到啦，有咩係？你兩妹妹。哎，冇聽強緊張咧，誒。我一定要啦。哇！我第一擺看你炒菜呢。好香哦。哦，速度就驚哈，有當香。切好咧，煸好咧，條腹骨怎麼做到的？那個腎上腺素，哇！安利你們還都有提這個毛粉啊。3、2、1，剪刀。啊！你耍什麼帥？你耍什麼帥？有嗎？好咧。不要忤逆評審。因為真的蠻帥的，有嗎？鍋鏟冇看到啦。有咩係？你兩妹妹。哎，冇聽強緊張咧。誒。我一定要啦。哇！我第一擺看你炒菜呢。咩炒啦？煸用甜甜啊！別用啦。嗯。啊。一聲音做甜咯，吼。講係都做唔得。該水太本吼，先本去煸一下哦。我先切個條腹骨，嗰啲就頭輪骨咧，差不多切5刀。 5刀係啊。嗯。哦喲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。哇！你好順誒。耶。含住咗個廚房攬麼？含住咗個廚房攬麼？4刀做得麼？廚房攬麼？廚房攬咧咯。哎。咁慢火嘅啦。唔係該做。該水太本啦，唔怕啦。煸醋油啦。條腹骨切切。用條係無緊張嘅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。哎，數按家的哦。哎，觀眾朋友就看時間哦。往第二棒咧，往上。往一，你總得做，往一咧。一聲音做甜哦，一聲音做甜哦。好香哦！哦，速度就驚哈。有當香。切好咧，煸好咧，條腹骨怎麼做到的？那個腎上腺素。哇！你們還都有提這個毛粉啊？另外加油。加油！該多加油誒。既然親熟悉啊，你自家有洗過冇？係麼？冇，啊，當接切吧，嗬，可能佢切有啲針對嘅。誒，條骨按樣切，該服菜咪按樣切。好，我們嚟切高麗。根本冇去廚房哦，你姜收魚來啦，係啦，係啊，姜收魚來啦。係啦。我注意你啊，嗬。開始飆。你個條骨表埋東西，安利嗬。還有秘方。乜嘅秘方？秘方係乜嘅？我要幫觀眾朋友講一下。一條腹骨哦，燙冇咗一啲啲嘅鹽落去啊。一啲啲鹽巴，一啲啲鹽巴嚇，哎呀，第一標㗎。夾嘅條腹骨就較強啊！哦，要學到了。中國哎呀，淡淡嘛。係，我冇味湯。又嚟按摩一下。按摩啊！我提這塊看到，你係個條腹骨也要按摩呢。咁哎呀，湯我愛浸冷水嘛，愛浸過。誒，幫佢沖水啊，沖水。要比天天的飆，一天我飆到幾種啊！擦。哇！擦香，唔是嘅，你看嚴重本呢。養煮真嘅本的養，你可以先係來廣告嘅，有冇養？哎呦，新鮮哈！哎呦，新鮮，有新鮮，係。好，我哋來看解片咯，嗬。
该菜要先下么？菜啊，菜慢，含咗啲下。该出么好嘞？好。哦，先不用咸菜。你冻甜味啦，那过来聊啦。该冻甜味。加酒未做得啦。酒爱吗？好一点。是给，是好，给。你讲听还是听？一点点啊，好了，一点点就好。只听起来一点点呢。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该炒嘅時節就咁呢半該豆腐乾咯，斷鐵的。該火未調細麼？不要忘記你有廚師幫幫我哦。哦，俺哋還有30秒哦。你也該切頭切辣椒都未做得啦。不用打餸啊。外毛鴨用嘛？唔是，好，那我們先過去。對，口雞片咯。現在來咧。係啊，要叫聲咩喎？要叫聲咩慢慢嚟兩包。係成日睇烏個標嘅下來。也已經標到了。冇標都冇響。係這樣。哦，用咧鹹豬肉嘅肉半幾個。嘿。啊，該菜有鮮苗麼？菜啊，鹹菜係。等下挑夫先標一下好。鹹菜食，解下標唔怕，標啲啲水落去煮嗬，結果出面。應該白嘅咧，鹹菜鋪出嚟米就會做出來。染髮姐，你標嘅時節做得先切蔥哦。蔥咧做得先切咯。我係你切。我切啦，切下來，你拿來切。辣椒都沒有切咯，辣椒啊。辣椒誒，辣椒誒，辣椒啊！一三走停咯。沒有，我是確定的鍋鏟好用唔好用，這個我沒有送哎，很啱哦。這個是什麼牌的？應該蠻好用。看一下。對，應該是蠻好用的。哦，好。做唔得咯。做唔得咯。外場哦，辣椒圈切開的哦。哇。等一下會甜辣的哦。兼啲係好標醬係未冇辣吧？啊。你。你全部標啊？哎呦，會調下嘛？黃哦，有心形嘛？有。哎，你說標落去是好的，跟炒個一點點嘛。我們有這個。當然，標落去。這裡不用廚師幫忙我。好，你要做做的，廚師幫忙我。好了，你下我愛請係你廚師來老嗌幫忙哦，因為幫忙哦。幫忙我來咯。我來繼續看。好嗎？等一下。開始。呼叫。你剛剛拖走了一下，我繼續開始。幾時開始？廚師炒都冇重要哈。呼叫。哎呦，還有鳳。哦，哎呦，安豆哦。耍帥。他以前呢，他跟我們說，你叫什麼一個哈，你想個奶茶就奶茶。對。坤姐。靠這個，哎，會不會太辣，老闆？不會。你係唔知調價係冇？哦，你一下長冰水哦。我幹嘛嘅？講一講。好。哦。60秒過去了。凍強爽啊！師傅標湯嘅容易係乜嘅？師傅要咧兩下啦。幾加油啊？會調鹹，幾加湯會綜合幾鹹味鹹。鹹冇按鹹。還有蔥哦。等到幾加壽司嘅時間有冇當用蔥嘅皮拉絲做得咧？咧。不給我你下，從間半間空中可能哈。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哇，你花了5秒鐘跳線。有嗎？好吃嗎？做得嘞。做得了哦，先講你嚇。啱啱做得標湯嘅嗎？等下就後尾就再留起來哦，後尾就再留起來哦。都對啊。哦。那你用一30秒嗎？你用一30秒嗎？可以啦。好啦，要。來。廚師幫忙。我。先記好，來。你有調味嗎？冇調味。好。是。乜個都冇標啊？他們調味啊？繼續看。乜個都冇標。太久了。很燒哎。阿標負責分。湯，我喊啲的湯。我要標湯。要標了。要標啲的。然唔係嗬。冇。你煮肉要蝦咩？泡菜要蝦咩？個東西。 6、8、7、呼叫符又大嘞。 50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耍什麼帥？你耍什麼帥？有嗎？我咧。不要忤逆評審。因為真的蠻帥的，有嗎？好，來倒數哦。6、5、7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大家出嚟試試看，那最杯面一關咯。那部卡張係人哋嘅太重譜咧。
好啦，最背面一关咯，刚下俩加低度呢，俩关低度吼，主食6片都有天数的。哎，好，我们来吃看味道有没有检查。好，先对凤珠来吃这个呢。你听我说哦，因为看起了2组哦，全冻强。哦，阿妹哦，要顺过哈，好吃哦。看一下，阿妹哦，哦，那款猪油好吃吗？冇用冇用。哈，真嘅有拉下咖猪油好好吃。你还有一碗拍饭来帮我用，又喊来，要放饭的，当茶饭哦。好，来，我男主来吃这款。来，博谦一起动动呢，博谦。都有妈妈的味道哈。来，大家吃用白，连中吃到嘞，好吃，又香又辣又好食，真嘅吼。该喊出来，该喊住啊，喊住没有该喊出来，全就出来。好了，紧张的时间到了，香港的食材冇香港的味道。那时间先抢，你嘅齐师傅抢分数。怎么改？唔怕，刘师傅抢分数。啊，有点笨啊，有点笨。来，我们先抢齐师傅抢公平哈。好，2片的梅头拢全部强壮。佢個鹹豬肉誒，個油我煸出來是用調管，佢個調管要食到佢鹹豬肉嘅油食到。那就沒按用啊。啊，佢個順管那個鹹菜冇強下煸，佢炒下球掉，讓煸水，到差別按用，佢煸水落去有冇碰到開始是煸水的啦。 2片米是拢冻強啦，拢冻強啦。雖然佢有煸一啲啲水，調到水一啲啲啦，咁講啊，還係偏佢。 醬香味揚一啲啲咧，唔但醬是就讓個鹹土啦。嘿，錯。緊張的比賽下來宣布成績了。鳳水呢得到3分，藍水得到1分，恭喜！鳳水得到3000元的壓歲金。恭喜鳳水！那個藍水沒多哇2片哦，你係大理石溫嘅炒鍋哦，你係蔬果拍切器，我做半日配料嘅書啲。 主菜嘅書啲全做得容，好，謝謝。好哦，今日比賽同分戲，先來睇一下嚴總，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太分享一下？什麼？安尼啲哈，一家之主主辦談比哈，本來就媽媽們有安樣嘅機會哈，來上天視啊，安樣我都通同歡喜。最重要嘅係安尼嘅師傅哈。 教安尼嘅菜，在以後啊，做得帶本啊，學校嘅幼稚園嘅小朋友哈來品嘗。好棒哦！來，邱妍姐，要不要參加新的老太太分享一下？真歡喜哈，嚟到有啲節目，要參加有節目哈，好事都動到啦。啊，轉以後我咪做啲料理，較多嘅東西本來順利食。好想當你們的孫女學生嘞哦！恭喜！我咪會加1哈。好啦，今日吼兩組全動歡喜哦，問一下吼我們的。 端妹姐姐哈，講一下今日參加嘅新地係乜嘅？新地咯。哦，非常歡喜。非常歡喜。那都按好嘅獎品，好多按到嘅東西。係啦。還有咧。還有啊，還有老兩帥哥強啊。哇！我敬你哈。問一下招妹姐姐，你咧，你嘅感想係乜嘅？感想是說來到了大尾吼，學動到啦了，又緊張又當歡喜。嘛，喊牌又記負哦，我們再來第2遍是唔會緊張嘅，好不好？真緊張，恭喜！恭喜太姐啊！好，糖豆睇起來分享，大家各位觀眾朋友都會知，來到呢度嘅比賽咧，最主要嘅還有一個當保庇嘅事情，就係做得互相交朋友哦。向在向前來，大家互相交流，本呢只上市地度呢有冇同樣各家各比。 係啊，所以假使哈，你係有些人嘅園長，有些人嘅老師，還是你是任何的老師，還是你是2位辣妹，全部都可以報名參加一下咯。冇錯，你家之主就係等你向下來啊，特別交朋友哦，下禮拜再見嚟，拜拜。